咦，蔡老師，我突然間心跳加速，手心出汗，好興奮啊！蘇 Sir 啊，點解你個樣好似做咗像咁興奮嘅？差唔多啦，因為我真係好心急想睇表演啊！咁今日有啲咩表演啊？我見呢排咧，日日都有好多同學仔留喺學校排練，聽講咧有。等陣先，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咁豐富，我諗唔似你仲要數啦。我知道第一個節目咧就已經係重量級啦，呢一班同學仔好俾心機練習，為我哋嘅才藝匯演打響頭炮。冇錯，打頭陣嘅就係我哋經驗豐富嘅醒獅隊，傳統醒獅大家見得多啦。但係今日佢哋嘅主題非常之特別，叫做蛇車。我知道，醒獅咧係歷史悠久嘅民間傳統表演藝術。聽講醒獅咧可以帶嚟好運，如意順順利利。而今次表演咧會分為3個部分，包括咗起獅、賽車同參帶3個部分。隨住鼓樂聲，大家會見到隻獅子由啱啱起身，去到慢慢起步。最精彩嘅係當佢見到蛇嘅時候，竟然會有驚訝、警覺同緊張嘅反應添。哇，聽到好犀利咁喎！咁一陣大家一定要留意下獅子嘅眼神同埋動作，感受下佢哋同條蛇對峙時嘅緊張氣氛啊！我真係好期待啊！不如我哋快啲請我哋醒獅嘅同學仔出嚟，為我哋表演蛇車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部電腦下邊一齊。